一齊嚟回顧2024年獲利148% 冠軍同116% 亞軍得獎者嘅交易策略。阿 Ken 憑住 SMA 加馬丁策略喺2個月之內就創下148% 回報。佢透過 SMA 確認市場趨勢，搭配馬丁盈利模式，再結合 Bollinger Band、RSI 過濾進場信號，確保嚴謹嘅風險管理。每年嘅森友杯爭霸戰都係 Algo Trading 界嘅年度盛事，吸引無數交易高手較量，連媒體都爭相專訪各位得獎選手，真正進入 AI 交易最強戰場。用馬丁天生嘅危險就係你會，如果佢一路都唔 pull back 翻咧，咁就拜拜㗎啦。所以咧要控制嗰個，同埋就嗰個左邊嗰幅圖咧就係藍色嗰啲圈咧就係開頭單啦，馬丁單就係紅色嗰啲圈啦，全部都 take 到 profit 嘅最後。馬丁單如果係同加埋個 pit step 夠咧先開馬丁單嘅。究竟呢兩位得獎者用咗咩絕世策略先可以征服市場狂瀾，踏上成功嘅巔峰呢？我哋一齊睇睇啦。Hello， 大家好，我係阿 Ken 啦，係 FF38嘅。呢個就係一個 result 啦，就係話有148% 啦，個捉單就係17.97啦，同埋喺呢12個禮拜內咧就開到209個 trade 嘅，就係用SMA。咁我就係做咗18對嘅 CCY， 都係收息嗰邊嘅，就5分鐘嘅 time frame 做入市嘅。咁個 lot size 咧就由細0.1 lot 去到0.4啦。咁個初心啦，用一個短嘅 time frame 咧，我覺得開單機會大啲嚇。SMA 個好處大家都知㗎啦，就係佢有個智能馬丁嚇，因為個 Bollinger Band 同埋 RSI 咧係一個好好嘅 filter，咁就背後有一個 master account 啦嚇，咁用咗 copy trade 啦，就 copy 咗翻去嗰個 Bigelow account 嗰度。好多同學喺設計策略嘅時候，除咗以 Forest 4大王牌 EA 作為基礎，都會進一步加入各種優化技術指標，提升策略嘅穩定性同準確度。Forest 提供超過24款技術指標，精準分析市場數據，幫助程式策略更加全面咁適應市場變化，更有競爭力。對翻個危險啦，咁一定有㗎啦，用馬丁天生嘅危險就係你會，如果佢一路都唔 pull back 翻咧，咁就拜拜㗎啦。所以咧就要控制嗰個 number of order，同埋就嗰個 total size 啦，即係3個架理論。咁因為我做收息咧，就亦都預咗預咗 yen 同埋水 long 㗎啦，唔係就冇息收啦基本上。咁但係呢兩隻都會係好浮動嘅，控制嗰個唔好開咁多單。咁呢個就係一個 master account，咁就係借用咗 S10嘅，咁就係用 M30，咁就係10穿20嘅 MA 線去做嘅。咁其實亦都類似翻 SMA 嗰個 Wave MA、Anti MA 同埋 Killer MA 嗰個順勢嗰個考慮嘅。跟住咧，我3個 order 裏邊有一個已經開到 level 3-4咧，其他2個可能就會改 setting 咧，騰高咗10萬個 piece 咧，就去到 level 3-4咧，就唔俾另外嗰2張 order 開咁多單，防止咗佢會有機會爆倉啦。Overall account 嚟講，就頭單就冇開 big even 嘅，因為都唔想俾佢坐走咗嚇，都希望真係食到 momentum 繼續去嘅。咁就如果馬丁單咧，就 aggressive 啲去救單就 settle 咗就算㗎啦嚇。咦？點解馬丁開到3層就收手啊？呢個策略好似似曾相識喎。有興趣嘅朋友記得睇埋交易傳奇 Lonnie Sir 講解3層優美的馬丁呢條片啦。Forest 匯聚全港最強程式交易人才，呢度唔單止係 Algo Trading 學習平台，更加係一個同高手交流、共同成長嘅專業社群。如果你都想加入全港最強嘅程式交易團隊，又或者透過 Algo Trading 開啟你嘅第2人生，立即就報名入門課程，掌握最新 AI Algo Trading 趨勢。我哋課堂見啦！由控制馬丁加倉層數，打造長期穩定盈利方案，達至穩健增長。另一位亞軍得主 Bart 喺2個月內亦都創下可觀嘅116% 回報。等我哋為大家聲音導航，睇下佢點樣穩打穩紮咁樣殺出重圍啦。佢透過 SMA 確認市場趨勢，確保進場時機精準。比賽初期，佢以歐元對美元、美元對加元呢2個貨幣對為主，隨後就運用 BT Matrix 加入6個貨幣對去加速盈利增長。去到最後衝刺階段，更加透過放大倉位，全力衝擊。BT Matrix 係 Forest 自家研發 backtest 強大工具，可以同時 backtest 多個 MT4， 幫助投資者節省大量嘅分析時間。左邊嗰幅圖咧就係藍色嗰啲圈咧就係開頭單啦，馬丁單就係紅色嗰啲圈啦，全部都 take 到 profit 嘅最後。馬丁單如果係 RSI 同
BB 加埋個 pit stop 夠咧，先開馬丁單嘅。配合馬丁加倉，提高盈利機會，風險管理係至勝關鍵。透過控制倉位、設置 news filter、stop loss， 確保策略穩定執行，並探索長線穩定盈利嘅方法。下一屆森友杯爭霸戰即將開始，你準備好迎戰未？密切留意 Forest 嚟緊嘅公佈。森友杯爭霸戰見證咗 AI 交易策略嘅無限可能，每位參賽者嘅成功證明 AI 交易唔單止講求技術，更加需要嘅係紀律、策略優化同埋風險控制，解鎖 AI 交易嘅無限可能。